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7册第5课风果。风果实在真稀奇，腹肚内底藏开心，会过来会过去，细力的风微微，大力的亲像风台天。会当鼓切啊，通下米，练习饭粒、翁仔、蛇拿、樟水、石磨、菜箸、猪头、灶。听阿贤小解古早面博物馆内底的物件。这是一台神奇的机械机器，物件若放入去，就会变做古早面。声调练习7声8调：西、好、爸、比、狗、狗、唱、乐。